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一周時局的啟示。我係 Leo，你嘅獨立財務顧問。首先，例牌嘅免責聲明：本節目所有內容純屬資訊分享，唔係投資建議，亦唔係邀請你買賣任何產品。投資有風險，入市前請先諮詢你嘅專業顧問。好，入正題。今個星期由6月22號到26號，市場真係幾熱鬧，三件大事值得我哋深思。第一件事，美伊談判有突破，但油價又暴跌近9%，聽落好矛盾，其實邏輯好清晰。周一，美伊喺瑞士正式重啟談判，但特朗普又發帖威脅伊朗，伊方代表即刻拍台走人。WTI 油價週初仲企喺$78以上，到周二局勢急轉，美國宣布發出60日伊朗石油銷售許可。副總統曼斯話首輪會談非常好，伊朗都話有重大進展，供應預期一改善，油價即刻頂唔順。國際能源署話阿聯酋石油出口已恢復至戰前85%，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量日日增加，大行高盛都睇錯市，最終 WTI 全週由$78.62跌至$71.63，跌幅達8.89%。啟示係地緣政治風險可以喺幾日之內完全逆轉，倉位過重，能源股嘅投資者要小心。第二件事，科技股大跌，通貨膨脹頑固，降息遙遙無期。周三係最慘烈嘅一日，蘋果公司罕有上調 Mac 同 iPad 等產品價格，股價創1年最大單日跌幅，晶片股全線重挫。VIX 恐慌指數單日飆升12.79%至19.49%。同一時間，周五公布嘅 PCE 通脹指數創逾3年最大同比升幅。紐約聯儲行長話通脹要到2028年先達標，降息真係唔好諗。納指全週最終重挫4.37%，標普500跌1.91%。唯一好消息係美光科技業績展望超預期，盤後飆升14%，AI 記憶體需求依然強勁。第三件事，英國政局大變，中港市場受到好大壓力。英國首相施紀賢正式公布離任時間表，前大曼徹斯特市長班咸最快7月17日接棒，佢被視為財政擴張派，市場密切關注對英鎊嘅影響。中港方面，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比去年10月高點回落20%，正式進入技術性熊市。不過中國都有好消息，成功發行50億歐元主權債券，創2001年以嚟最大規模，獲近6倍超額認購，顯示國際市場對中國主權信用仍然有信心。最後講下我嘅應對，面對油價暴跌、科技股重挫、通脹頑固、政治風險四面八方，我嘅策略係善用18個月到期嘅短存續期債券，創造穩定現金流，同時保留充足彈性，靜待更佳市場機會。點解係短存續期債券？功用有3個。第一，存續期短，利率敏感度極低，就算聯儲局繼續企硬唔減息，甚至加息，債券價格嘅衝擊都遠細過長債。長債可以跌20%、30%，短債最多跌幾個百分點，係真正嘅防禦盾牌。第二，喺現時4%至5%嘅收益率環境下，每半年派息一次，現金流穩定可預期，唔使睇住股市每日上落，心跳加速。第三，到期後自動釋放本金，當市場真係出現重大調整，你就有彈藥喺手，低級優質資產，把握股災後嘅黃金機會。講到贖回彈性，呢個係好多人唔知嘅優點。第一，債券到期時，發行人會按面值100%償還本金，唔存在蝕本離場嘅壓力，同股票完全唔同。第二，如果你有緊急資金需求，可以喺2級市場提前出售，流動性遠高於定期存款。BBB 加以上評級嘅債券市場活躍，買賣差價窄。第三，可以考慮梯形配置，將資金分3批，分別買入6個月、12個月、18個月到期嘅債券，咁樣每半年都有一批到期，確保你每隔半年都有現金釋放。又或者買入短存續期債券基金，每月收息，可以進一步分散風險。債券債基同樣靈活應對市場機遇，唔使等足18個月先有錢用。我會將總資產20%至30%配置於短存續期投資級債券，評級 BBB 加以上，美元計價，預期年化收益率約4%至5%，以守為攻，唔係放棄回報，而係為自己保留選擇權。喺風暴過後就有現金執平貨。最好嘅投資唔一定係賺最多，而係喺風暴來臨時，你仲係企得穩。我係 Leo，下週再見。如果鍾意我呢類短片嘅話，就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下次就唔會錯過新出嘅一周時局啟示。再見。